新濠早前同澳門政府重新簽署賭牌嘅修訂合同，透過聘用管理公司方式經營旗下3間摩卡角子機場，但係社會上仍然有意見關注博彩社區化嘅問題。加上根據澳門設立博彩機室嘅相關規定，有關嘅場所必須同娛樂場嘅距離少於500米。因應16浦賭場已經結業，內港摩卡係咪符合法規，仍然成為疑問。究竟佢呢個會係一個屬於一個博彩機室啦，定一個我哋俗稱嘅衛星場呢種方式去營運呢？咁要睇翻佢點樣定義佢。根據行政法規，博彩機、博彩設備及博彩系統嘅供應制度及要件，博彩機室僅可設置喺3類嘅建築物內：一係5星級酒店，二係整棟樓宇為非住宅用途，而且予獲許可酒店娛樂場嘅距離少於500米嘅大廈。3係非設喺高密度住宅區範圍，而且屬名勝嘅商業休閒綜合大樓。我現亦都就有關嘅規定向博監局查詢，博監局回覆指，根據第7號/2022號法律第5條嘅規定，上述角子機場因屬於衛星場性質嘅娛樂場、幸運博彩嘅場所，按照衛星場3年過渡性嘅規定，如承批嘅公司透過聘用管理公司嘅方式，其可喺上述嘅場所繼續經營。不過，上述規定亦有提及行政長官對於幸運博彩嘅經營地方作出許可嘅時候，應該考慮澳門嘅城市規劃以及對社區嘅影響。翻查以往嘅社會輿論，角子機場進駐社區一直都引起極大嘅反對聲音。社會主流意見認為會加劇居民賭博成癮嘅問題。連時任嘅經財司司長譚伯源同梁維特亦都多次表示，政府係有決心要角子機場遷出社區，獨立角子機場政策最終目標係全部取締。有見內港摩卡喺2014年開業嘅時候已經受到爭議，澳門負責任博彩協會會長宋偉傑表示，博彩區遠離社區係一件好事。咁其實我諗喺整個社會嘅發展啊，澳門政府啊，我諗澳門市民都好啦，其實都係希望呢個博彩嘅區域咧係遠離一個社區，因為畢竟你社區入邊咧，始終對一啲因為你隔離左右可能係一啲住宅啊、民居啊，甚至乎其他嘅我哋民生區嘅時候，本身我哋嘅法例亦都規定咗21歲以下唔入得娛樂場。咁但係呢一啲人士咧係可以喺呢啲場所咧個附近咧係見得到嘅，即係會出入嘅，或者係經過嘅。咁其實呢個對於一個博彩咧入個社區呢個咧係會有一個影響喺度。